纳我们的敬拜和献上。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朝见主。
上帝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上帝。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你是宇宙的主，圣洁公义的神，普天下万族万民都向你敬拜赞美。看到你的伟大奇妙，我们也看到自己的渺小。你拯救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你赐下圣灵，使我们生活在你的引导中。因你是全能全知的，使我们有信心面对明天。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让我能聆听到你的声音，并按着你的话语而行。透过今天的正道，让我们更了解你的旨意。愿你的名为圣，愿诸天彰显你的荣耀，愿全地述说你的伟大。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现在由我们教会的敬拜小组带领我们来唱诗歌，来敬拜我们尊崇的神。如果您身体许可的话，请弟兄姐妹起立。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在他的殿中可以一起同心敬拜。主耶稣是我们敬拜的焦点，让我们一起和万物同声赞美主。请会众一同站立。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光明自由，敬拜神一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一日透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的良神行，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
初地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永在的君王，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这里有荣耀。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谢谢主。是的，主耶稣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荣耀君王。因着主为我们献上他自己，我们生命得着医治，生命得着自由。阿们。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
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不改变。主的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相信主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赞美主，不住的赞美，阿们。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舍命在十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志因你变少，无尽恩典我心感恩。是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是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是家的爱。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舍命在十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志因你变少，无尽恩典我心感恩。是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
上公义洁白衣裳，释迦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释迦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释迦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释迦的爱，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释迦的爱。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阿门。让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请坐。现在我们要以起应方式，一起诵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诗篇第51篇第1节到第12节。诗篇51篇第1节到第12节，记载在教会圣经旧约582页。请看投影片诗会与会众的起应和部分。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
我是在罪内里生的。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求你使我仍得救乐的滋乐，使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公祷，我们同心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为北美洲国家加拿大来祷告，愿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中，百姓能更加认识基督信仰。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二教区松山恩友堂邓文威教师来祷告，也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为台湾儿童、青少年在智慧、身量、人的喜爱、神的喜爱等4方面有好的建造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医疗从业人员、军警、公教等职业人员祷告，愿主使他们有服务百姓的心志，工作顺利。最后，我们以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同声来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称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圣道理，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请品存弟兄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课。弟兄姐妹平安。本周第一经课于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31章31至34节。教会圣经是879页。耶利米书31章31至34节。以下由我来为各位攻读31节起。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拉着他们宗主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经课呢，于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2章20节至33节。教会圣经117页。第20节起。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
伯萨代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来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以上是神的话。读经，请听上帝的话，记载在希伯来书5章第5节到第10节。在教会圣经新约243页。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是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是虔诚，蒙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已完全，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诗班献诗，我罪已离去。
正道。以下由本堂蔡牧师来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顺服为真难。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礼拜。各位知道一个人敬拜上帝，这叫什么？知道吗？一个人敬拜上帝，个人敬拜上帝，那个叫灵修。你跟上帝的亲近的时间，那个叫灵修。但是众人一起敬拜上帝，这个叫什么？做礼拜。所以我们是跟大家一起来灵修，跟上帝做礼拜。愿上帝帮助我们，可以跟团体一起，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来做礼拜的时候，是能够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因为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献祭。所以我们来跟上帝献上感谢和赞美的祭。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说，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用赞美为祭来进入他的门，用感谢进入他的门，用赞美进入他的院。上帝没有要我们用很多的三牲素果，或是要再去杀牛杀羊，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很好的祭物要亲近上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透过我们的行为，不是透过我们的好处或是力量来去做这些事情，而是蒙上帝的恩惠。早上有一位姐妹，我们在台语堂的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跟我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她说她儿子还没有信主，但是她送给她儿子有一个十字架这个可以手握着的十字架。然后呢，他去他儿子家里面的时候，他儿子就把这个十字架呢，就放在家里的酒柜里面。然后这个妈妈去看了之后，她说：“这个好像不太适合吧？为什么你会把十字架放在这个酒柜上面呢？好像这样不是很好啊。包括我们一般民间信仰都是这样，你应该要把那个好像很这个神明或者是这个重要的要放在那个这个神龛上面，怎么会放在这个酒柜里面？”各位知道这个年轻人他怎么回答，知道吗？他跟有没有答案？好，他说：“当我在欢乐的时候，我要紧紧记得不要过头了，因为有十字架在警惕我。”你看很深吧，对不对？还没有信主的一个男生，他居然可以告诉他的妈妈说：“因为我要放在酒的上面，让我在快乐的时候要紧紧记得，还是要有节制的生活。”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有时候上帝会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或者是有一些的叫做告诉我们哪些应该做，哪些不该做。但是事实上顺服是最难的，因为如果你顺服不是从心里面，只是因为怕有一些事情发生，就顺服，那当然就不好了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十字架不是只有放在外面，十字架应该是放在你的心里面，让你常常警惕着有哪一些应该要去做，哪一些不该做的。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今天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上次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事情，就是过年的时候，我跟孔子跟孟子一起过所以后来这个各位知道，《论语》里面有一句很好的话，其实跟我们刚讲的信仰的内容很贴近的。各位知道，这个孔子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意思是什么？他说，如果我用这个政治的方法，用道德的，用这个刑罚的方法的话，那么人是因为怕犯错，所以他才要遵守法律。但是如果他是能够用礼仪，能够用道德来做个规劝的话，当他能够有羞耻心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去犯那个错。好，所以跟怕去被罚做这个事情，跟
我因为心里面我怕羞耻，所以我不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不一样的内容。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有看过这个场景吗？我没有要帮人家打广告，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台湾有一个东西很有名，叫做什么？我们的红绿灯有没有？有没有开始倒数计时？5、4、3、2、1，然后就冲出去，对不对？好，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是，我们常常会发现有很多的车祸在什么地方？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大家都想要冲过去，然后没有那种叫做我慢一点起步，因为有可能有人刚好很快的就从旁边就冲过去。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也是做这样的分享，他说曾经有一度他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有旁边有这个副偏道就从旁边冲过去，好，然后他心里就想说，我干嘛在这边等红绿灯呢？他都冲过去了，那为什么我要在这边等？所以他就心里想说，我要冲过去的时候，他说心里有一个声音就告诉他，千万不要这样做。他就延迟了1秒钟的时间，他说唰一声，就有一部摩托车从他的前面就冲过去。他说，如果快了那1秒的话，他可能就过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守法不是因为你被规定了，守法是因为你在心里面有另外一个法在规范着你。我们刚刚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的经课里面提到说，上帝立了一个新的约，是在心里面的，不是在外在的。十诫你可以放在你的家里面，放在像刚刚讲的，放在橱柜上，或是放在明显的地方，放着十诫在上面，但是你不见得会去遵守它。所以十诫应该不是放在那个这个客厅里面，而是放在什么？放在心里面。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外在我像个基督徒，而是我的生命有基督的样式。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相当的重要，这里在告诉我们关于献祭的事。好，那我们可能会发现说，现在的人很少献祭了，包括即使没有信主的人，家里要拜拜都很少了。但是至少我们还会有看过，有一些人他们还是一样，初一15他们会去做一些的拜拜的事情，甚至会放这个3牲素果。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透过这些来跟神明亲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古至今，包括我们华人也是，不管任何的民族都知道，我们需要带点礼物来跟上帝亲近，来跟这位神亲近。所以不是你要空手来的，你必须要带一些东西。好，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里面，希伯来书就是要告诉我们，在旧约里面所规范的那些的献祭，对我们现今有什么样的意义？好，所以我们通常说希伯来书是新约的旧约神学，就是在新约里面，我们会看到旧约的一些的饮食样子，这些是在预表些什么，或是这些是在告诉我们些什么。所以旧约圣经里面的人物的预表跟献祭行动的属灵的含义，我们都可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可以看得到。那如果弟兄姐妹，如果当中我们有想要读这个希伯来书请跟我们的这个成人主日学校长来报名，因为他有开过这个书。那也跟大家做广告，就是我们成人主日学已经开课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欢迎今天继续来上课我们有几个班可以让大家来上课。好，因为我们读圣经里面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最困难的地方是有一堆名词，有一堆东西，但是我们不晓得它是什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圣经里面，今天讲到这个祭司的身份跟角色。祭司就是代表全部的人，代表群众，代表众人来献祭给上帝的那一位，然后也教导所有的人献祭的意义是什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经文里面第5节的地方，我们先来念一下第5节一起念来。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儿子的，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自己说我是大祭司，或是耶稣不是自己抢说我就是大祭司，并没有。耶稣的大祭司是谁给的？是上帝给予的。这个身份不是自己得荣耀的，不是自己拿来的，是上帝所赐予的。而这个赐予是有相当的意义的。各位知道，在罗马帝国时期，这个当然是以前的历史了千万不要用在现在。但是要知道说，以前这个部分是相当重要的。
以前罗马人他们如果家里有孩子成年的时候，通常由家里的父亲要给他穿上那个有点像那个，有没有看过古代人那个外袍，上面还有包着那个有一块大的布在身上的那个象征着什么？象征你就是罗马人。好，所以你的家里的孩子长大，如果家里的孩子长大的时候要被认定你是罗马人的时候，是由父亲授予这个身上穿的那块大的布，授予在他的上面，告诉他说你已经成为罗马人。好，那这个用意是什么？因为罗马人是尚武的，他们是很崇尚武，就是他们是比较勇敢的，是比较这个侵略性强的民族，所以他们崇尚勇敢、勇气，或者是崇尚这些的武力。如果今天你不够看起来有雄壮威武，或是今天你如果不够有那个身体上面状况不好，或是你常常生病的话，通常爸爸就会认为说你不够格成为罗马人。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意思就是说，这个身份是什么？是父亲给予儿子的身份，说你是罗马人了，是父亲的一个给予儿子的一个荣誉、一个荣耀。所以儿子得到那一块布的时候，然后又得到父亲的一个赞许，说你是罗马人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真正的罗马人。所以耶稣这个当时的一个背景也类似这样，耶稣并不是自己取荣耀，不是说我自己是祭司，我说了算，不是，是上帝给予他这样的一个身份。为什么？因为在旧约里面，祭司通常都是利未人，而不是其他支派的人。等一下我们会做说明。好，所以我们要先认识谁是麦先生。各位知道刚刚我们一直讲到有一个名词，有听过那个名词叫麦基洗德吗？有听过这个名词对不对？好，很多人不晓得麦基洗德是谁或者是说他这个名字是什么，所以我们简称他叫做麦先生。好，麦基洗德他的希伯来文的原来的音是这样 ，Melech Tzedek， 意思是公义的王 ，Melech 是王的意思 ，Tzedek 是公义的。所以他的名字本身就含有那个叫做他的身份的一个象征。各位，我们的华人在取名字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取的名字都希望说，这个孩子他长大，他就是像那个样式。所以，也许我的老爹希望我以后当文人了，我不知道但是其实我的老弟，其实他比我更像文人，因为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儒家的儒字。他希望他的孩子是有成为一个像文人的样式，结果后来我的老弟去拿那个螺丝起子，拿那个扳手，那不一样我们很期待孩子长大会成为像一个什么样子，这个是一个取名字的一个意思。好，所以麦基洗德他本来就是叫做这个公义的王的意思。好，圣经对他里面记载不多，所以今天早上台语堂也一直问我说他是什么人他是谁？好，麦基洗德是谁？他其实他的记载不多，只有在旧约里面出现过，在创世纪里面出现过这个人出现一次。他是在这个亚伯拉罕打赢仗的时候，他出来，然后给这个亚伯拉罕这个饼跟酒，然后亚伯拉罕还献祭1/10给他。好，所以这个名字叫麦基洗德。好，他有几个东西跟耶稣基督很像的。好，圣经里面说什么？他无父无母。没有族谱，没有生或死的这个记录，可是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字，他的名字就是仁义跟平安。他的职称他的名字叫麦基洗德，他的职称叫做撒冷王，就是以前在早期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地方撒冷那个地方的一个王。好，那撒冷他们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他是撒冷王，是平安的王。好，所以他的职称是平安的王，他的名字就是公义的王。好，这个是他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好，所以他是体制外的祭司。各位刚刚已经提过，在希伯来人里面，或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要成为祭司，你必须是利未人，你才可以成为祭司的。所以他是体制外的祭司，他不是在这个亚伯拉罕所生的。好，所以他是
不是按照传统所立的，但是是上帝立他做至高的祭司。然后他的位分是比这个王还要大，比祭司还要大，他是大祭司，也是王，甚至是比亚伯拉罕还要更伟大的，因为亚伯拉罕都要跟他献祭，所以连以色列人都要在在圣经里面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他比亚伯拉罕要更大的，所以他在亚伯拉罕打完胜仗的时候，他就去给这个亚伯拉罕施行圣餐了啊，就是施这个饼跟酒。好，所以圣经里面通常用麦基洗德来预表耶稣基督，就是他就像是在新约里面的基督。所以耶稣虽然降生是神的儿子，可是他不是利未支派的，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他借着自己的身体和宝血，在十字架上受死，彰显公义，并且带来平安，叫一切信他的从黑暗中被拯救出来。啊，这个资料可以在 Good TV 里面可以找得到。好，所以这个麦先生，他其实在预表的就是新约里面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献祭者，是一个祭司，他本身就是祭物，因为他要献上他自己给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希伯来书里面，耶稣有双重的身份，他是一个祭司，他同时又是祭物。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常常提到，每一次杀的牛羊都不能够满足上帝的心，所以每一年都要再献。但是耶稣一次献上，就完成了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献祭，所以表示上帝接纳了耶稣基督的献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来做礼拜的时候，不用再去杀牛杀羊？为什么我们不用再去在这边放三牲素果？为什么我们不用在这边放很多的祭物？因为我们已经有献祭在这里面。谁的献祭？耶稣的献祭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用再带什么东西来到上帝面前，因为只有上帝自己才满足上帝的要求。好，那我曾经讲过有一个案例，就是各位知道这个，我曾经讲过有一个案例，就是在新北市有一个这个计程车哈，它里面有放一个 KTV 在上面，然后 KTV 在上面的时候，这是新闻有报的哈。他放 KTV 在上面的时候，他的要求就是这样：如果谁可以唱满分的话，这一趟车费是免钱的，而且还可以得到5000块的奖金。啊，这个是这个司机他设定的一个要求。结果后来这个司机他载到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歌星。这个歌星他上车之后，他点谁的歌？点自己的歌。然后点自己的歌之后，他就在上面唱歌。唱完之后，果然得到满分，原唱者就在这里啊。好，所以后来他这一趟的车费全免，而且还多5000块的奖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也许可以挑战一下哈，但是只有原唱者才能够符合那个条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的献祭要靠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够满足上帝的要求。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只有上帝自己才可以满足上帝的要求，所以不是你要拿自己我很厉害，我很有恩赐，或是我的道德很好，我的品格很好我读经读了几次，祷告了几次来做献祭。没有，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献祭的。好，所以我们请看一下，在今天经文第6节的地方，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第6节我们一起念来。就如经上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好，所以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是他不是按照人的例子，不是按照那个要利未人才可以成为祭司，是上帝所设立的。他的等次是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原文在哪里？在诗篇110篇的第4节。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早就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一个人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祭司，他不是一个利未人，但是他却成为至高上帝的祭司，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这里都在预表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十字架受苦是神的受苦，他的死就是基督替他的百姓、替他的子民来死。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才能够得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刚刚一直提到，不是我们自己会什么，不是我们能够什么，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好，所以今天的经文很奥妙，就是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要祷告。那祷告我们要期待上帝要做工，所以很多人说，当你祷告的时候要期待有事发生。但是今天的祷告很特别，耶稣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发生？我们来看一下第7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7节，一起念来。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到蒙了应允，应该会觉得很高兴哦。上帝应允我的祷告，应该就是我的祷告，上帝听了，他应该就是帮我预备所有的事情，帮我弄得很好很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反而不一样。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常常跟上帝说：“上帝啊，无论你带领我到什么样的情况，我都愿意顺服，我都愿意接受，我都愿意接受你的带领。”可是各位，你知道，当我们祷告完的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上帝，你怎么把我带到这种情况里面？听得懂我要讲的意思吗？上帝，你怎么给我这种我不想要的东西？上帝，你怎么把我放到这个场景里面？我们常常祷告是什么？上帝啊，无论你给我什么，我都愿意接受跟顺服。但是我们常常祷告什么？我们常常祷告说：上帝，你怎么给我这种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不是天生的，顺服是学习来的。可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是他也是这样做。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好像耶稣慷慨赴义，然后他就死的时候，就是好像一滴眼泪都不滴下来。其实没有哈。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跟我们一样都是人。各位，如果你看那个在每一卷福音书的最后，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各位知道耶稣都祷告什么吗？耶稣的祷告是这样的，他说：“父啊，倘若可行，请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按照你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一些属灵书籍的时候，心里很得安慰。哦，上帝差他的儿子慷慨就义。各位，你要慷慨就义前，会不会心里有冲突？会啊。心里会不会挣扎？会啊，怎么不会？当你要被送去一个你很困难的地方的时候，你怎么不会去挣扎？你怎么不会痛苦？会的。所以你的痛苦跟挣扎是正常的，千万不要以为那不正常，好像觉得我是基督徒，好像我都不能够讲说我很软弱，我很有问题，或是我状况很糟糕。不是的，耶稣也曾经受过各样的苦难，甚至他要祷告求上帝什么？求上帝，如果可以的话，把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按照上帝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有挣扎、有难过的时候，你会痛苦，那是正常的，那是正常的。但是耶稣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耶稣说什么？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按照上帝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没有看见，但是其实按照上帝的意思是蒙福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司布真的话他这样说：“他说，只要把这忧愁变为祷告，那么每一样的忧愁都要给你带来益处。”上帝要让我们得到的是益处，虽然我们看起来是在受苦，但是上帝要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些的益处，上帝要让我们得到这些的好处，因为上帝愿意他的儿女们是蒙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在苦难的当中，但是很多人常常说这个不是圣经的话，但是要记得，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苦难是上帝化妆的祝福。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相信上帝必然有美好的预备，它就成为我们的祝福。跟大家分享，我们其实本来应该今天早上希望有几位我们去金门的团员上来跟大家做一些的分享。各位其实我们去金门的时候，我们本来一堆人去，大概有17个人报名，可是真正去到那边12个。为什么中间少了5个？因为有5个人，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们信心软弱了，因为这是事实上真的事情有发生嘛。就是在这个因为有那个渔船事件，
所以有很多人很怕说啊，到时候会不会阿共会不会打过来呀？所以那当然也有人是因为生病的原因了，没有办法。好，所以其实我们要去的时候，也是心里面很忐忑不安的。有人心里想说，我们这去会不会是安全的回来？但是事实上，当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当地人是很没事的，他们反而比我们平静。他们，我不能说马照跑，舞照跳，因为那边没有马了哈。但是他们的生活是一样正常的，可是反而很害怕，都是谁？很害怕，都是在我们这里。害怕都在这里，人家那边很安全呢，人家那边很安全的。好，所以我们常常是什么？我们常常是忧虑，哇，好害怕。好，当然我没有要说是谁的问题，没有，因为我们也在那边经历一些上帝的带领，是很奥妙的。好，我们的邵文兄那个时候跟对岸跟金门那边接洽的时候，他有提到说，我们可能要搭这个中巴、小巴，因为我们只有12个。本来有17个的话，应该可以搭大的巴士，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的人数有限，所以我们应该去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可能我们要带很多行李啦什么就是因为车子空间不够。好，各位，当我们下飞机的时候，我们心里早就已经想说好吧，就接受事实，应该就是行李不要带太多然后出去的时候尽量轻装上车。各位知道，我们上车的时候，我们一看那个车，哇！我们12个人坐45人坐的大巴，然后上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采购行程全部都可以放得进去，而且一个人坐一排都没有关系好，然后我们的那个导游他是1人服务，他是1人服务的，他是开车兼导游然后他这样说，他说通常我不太会去做这种事情的，但是没有办法，今天这个老板就说叫我带，然后我就开了这个车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作为往往都是这样，人很莫名其妙的就走上那个很奇妙的神迹的道路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上帝没有听祷告，上帝是听祷告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可能去了就这个问题很多了。但是没有想到，上帝常常给的反而是化妆的祝福。求上帝怜悯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信心软弱，包括不要以为牧师都是信心很强的，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些实际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失望？当然会的。求上帝帮助，让我们信心不是挂在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是挂在神的身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他虽为儿子，但是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耶稣好像都不害怕，耶稣都不会有任何的疑问，或是为什么要走上这个路，他还是有的。但是他最后的回答就是：照上帝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有痛苦挣扎，当你在信仰上有痛苦挣扎的时候，要记得耶稣跟你一样挣扎。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那个是耶稣，他是神，所以他离我很远，他愿意顺服，他愿意上十字架。每一个苦难的经历都是一个顺服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上十字架，你说他愿意吗？不愿意，谁愿意呢？但是当他顺服的时候，就成就了上帝的工作。所以历史不是按照我们的版本，历史是按照上帝的剧本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才是掌管整个历史的主。如果耶稣不受委屈，那么我们就没有救恩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因为要上十字架是一件委屈的事情，但是因为委屈，所以才能够成就这个救恩。好，所以圣子回到圣父的面前的时候，身上带着十字架的伤痕，不是代表他的失败，而是他的得胜。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伤在耶稣的身上都是得胜的记号。我们有一个弟兄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弟兄回来的时候，他有一次在分享，他就说在小组里面，他说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天家之前的每一个受伤都是一个勋章。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
我们去金门的时候，我们去看很多那个将军啊，很多那个阿兵哥，他们身上有很多那个勋章啊。好，各位，每一个受伤都是一枚勋章。能够了解牧师要讲的意思吗？耶稣的受伤是成为他得胜的一个证明，每一个受伤都是一个勋章。意思是什么？当我们去到天国的道路的当中所经历的每一件苦难，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不是要去帮你们说那个旅游的经历哈，但是要告诉大家是，我们去看了实际的，真的那些将官们，他们身上的勋章都是用命换来的，都是用命换来的，都是每一个伤。所以我们去到天国的当中，路程当中，也许我们会经历很多的受伤，但是每一个受伤都是一枚勋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受苦是白白的，我们受苦也不是白白的。上帝让他的儿子受苦也不是白白的，上帝让他的儿子受苦带来的是得胜，所以跟随他的人就得胜了。我们来看第9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9节，一起念来。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耶稣所受的伤成为他的勋章，我们一样，我们在世上所受的伤也成为我们的勋章。也许别人加在你身上的，也许别人伤害的在你身上的，但是当你按照上帝的话去走去行的时候，这些的受伤都成为你的勋章。愿上帝帮助我们。所以刑罚，上帝把这个刑罚从这个人的身上转给了耶稣，把耶稣的义转给我们，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靠你自己，不是靠我们可以赎罪，是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以致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身上，他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祭司要做2个事情，就是他自己要献祭，他要献祭在上帝的面前。然而世上的祭司都不是祭物，唯有耶稣基督同时是祭司又是祭物。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10节的地方。好，我们一起念一下第10节，一起念来。并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好，所以这个是祭司献祭的一个样式。大祭司每一年进去至圣所献一次祭，但是每一年都要献，因为献的都不完全。唯有耶稣基督一次进到至圣所所献的祭是完全的祭，就满分了，就满足上帝的要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靠你的义，不是靠你自己多会读圣经，多会祷告，多会有这些的做工，不是的，而是我们依靠耶稣基督进到神的恩典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死，以至于所有的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包括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所犯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说我们当基督徒，可是我们免不了犯罪，不要担心犯罪的问题，我们的罪一样挂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所承担世人所有的罪。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顺从是相信上帝在患难里仍然应允，虽然我们不知道上帝的作为是什么，但是我们相信他在患难中，他仍然应允我们。所以圣经里面说，患难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患难生忍耐，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经历患难的时候，知道不是只有我在受苦，是基督跟我一起的受苦。所以有时候上帝可能会沉默，上帝可能会不讲话，上帝没有任何的给我们有一些的回答，但是这是我们需要在受苦的当中去经历的。特别我们现在正是在大灾期的时候，也是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很多事情是不能说的，很多事情也不好跟别人说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也是这样，上帝的沉默不好说，上帝的沉默也不方便跟人说，但是他要承担这些。所以上帝的不答应并不是拒绝，他有时候默许和深深的同情，因为有时候上帝没有说，因为他跟我们同在那个苦难的里面。
第二个，顺从是相信上帝都有美好的旨意跟计划。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带领是什么，但是我们相信他都有美好的指引跟引领。我们去金门的时候，我们没有人对那边有熟悉的，只有导游，所以导游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只好跟着去哪里。我们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意愿或想法，因为我们对那里都是不熟的。所以导游带我们去的地方，也许我们没有去过，或许那个地方有一些的阴暗，或者是有一些的可能看起来有危险。但是当他带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我们原来这个又有这个新的一个不同的体验，或是新的不同的这样的经历。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上帝带领我们到某一个地方去，或许我们不熟悉、不明白，但是上帝必然有他美好的旨意跟计划。好，所以人的恶意也可能会成就上帝的美意。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约瑟，他虽然被他的哥哥出卖，被老板娘出卖，被他的狱友出卖，但是每一次圣经里面都说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他凡事尽都顺利。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是在监狱的里面，上帝也是跟约瑟同在，让他凡事尽都顺利。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只有顺境的时候，上帝才与我同在。即使在逆境当中，上帝也要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凡事尽都顺利。所以我们相信上帝的公义，就不会再去好像为自己去加工、去申冤。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帮上帝加工。我常常讲说，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要帮上帝做加工品。亚伯拉罕因为没有孩子，所以他就用加工的方式，用人为的加工的方式，让夏甲生孩子。结果后来这个孩子变成以色列人的困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帮上帝加工做一些事情。第三个，顺从是相信上帝就是一切的所有。当我们谦卑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上帝的带领跟引领，他带领我们的一切。好，所以戴德生这样说：一个人抓住上帝的信实，他就敢顺服上帝。所以你为什么敢顺从上帝的路来走？因为他正在往前行，你正抓着他的手一起在往前行。不要害怕，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放弃，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提早会想要松手，但是求上帝给我们有信心，继续的抓住。我们要去上太武山的时候，我们家师母要上去的时候，走到1.3公里的时候，她本来想放弃了。那后来她要放弃的时候，我就跟她讲说：“你抓着我的手，我们上去，一定要到那个勿忘再举的地方。”其实再过200公尺左右就到山顶了。好，所以可是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在那个1.3的时候就想要放弃了。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抓住，能够抓住上帝的应许，然后往上去。所以我们家师母也突破了一次自己觉得自己上不去的，居然可以上去了。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这样的学习，抓着耶稣的手，让我们可以上去。所以顺服上帝，要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不是去做上帝不让我们做的事情。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提醒。还记得刚刚讲的那个十字架放在酒柜上，虽然我们要快乐生活，但是也要常常学习节制的功课。求主常常在心里面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做节制。好，最后对基督而言，受苦是在荣耀之先的，我们也必须如此。所以也许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些的受苦的时候，但是将来必得到那个极大的荣耀跟祝福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让我们能够得到救赎跟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你的义。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带领我们。当我们有挣扎痛苦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耶稣跟我们一起受苦。无论我们在任何环境里面，耶稣都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谢谢牧师的正道。顺服就是相信上帝在患难中仍应许，
顺服就是相信上帝就有美好的旨意，顺服就是相信上帝就是一切前所有。我们谢谢牧师在他的讲述当中为我们阐述上帝话语的真理。我们现在要以诗歌来回应上主的爱。我们来唱新灵粮诗选181首，我为你舍命。弟兄姐妹，如果身体许可的话，请起立。我们现在要来收纳基督徒的奉献。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是你还不清楚奉献的意义，那就请你先保留你的金钱，让奉献袋静静从你身边经过。我们请司献同工到台前来。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回应上帝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奉献金钱，愿教会用于各样的事工及宣扬福音，荣耀你的圣尊名，让众人得益处，复兴教会。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向主神献歌。今天有没有新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或朋友？没有。好，那我们现在来唱《我们都是一家人》。请到时候我们拱手问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享受主内一家的感觉。我们现在来报告教会的消息。本周是大斋期的第5主日，下周主日视为棕榈主日，同时也为圣光神学主日。我们将邀请圣光神学院陈其松院长来分享，请为神学主日关心，并为教会进入受难周祷告。教会从2月14号圣灰日起推动40天的禁食祷告，鼓励弟兄姐妹能够透过禁食刻苦己心，体会受灾者感受，也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将40天禁食的餐会作为教会仁爱捐款，使教会有资源照顾生活上有需要的人，并为教会推动福音工作关心祷告。教会各项课程在3月已陆续展开，请为教会各项教育事工祷告。教会在3月29号晚上7点半要举行受难者祷告会，体会与基督同受苦。我们全程将用太子祈祷方式来进行，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沿3月29号周四祷告会合并在3月29号
受难日祷告进行。教会儿童主日学将在3月30号、31号2天举办室内道露营，参与的儿童全程免费，目前还有名额，我们陆续热情招生中。详情请看公布栏海报，或者是向办公室索取简章，也为当天的活动关心祷告。教会在3月31号复活节当天举办洗礼及转入礼，邀请愿意加入或转入本会的弟兄姐妹向办公室报名。本会在6月22号会举办59年堂庆爱心福音研游会，邀请弟兄姐妹投入参与，请弟兄姐妹邀请福音朋友一同参加本堂的福音活动，并为活动关心祷告。教会继续储备儿主老师，还有青少年辅导，欢迎对儿少、宗教及生命教育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报名参与。为我们教会各项事工的推展关心，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实体参加每个礼拜4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来为所关心的事项祷告。在肢体消息方面，我们春季气候早晚温差大，请弟兄姐妹能够注意天气变化，不可轻忽一些当前的新冠、流感、肠病毒，还有登革热、梅将军等病菌的流行。另外，我们教会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为他们代祷，还有教会下周服事人员表，还有一些出席人数、奉献真信，也请大家参阅周报。以上报告，弟兄姐妹，如果身体虚体的话，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为大家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赏赐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你的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你的祝福，使我们也成为祝福人的人。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在电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代祷。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会后到台前来，牧师要为你祷告。